来看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智慧功能异常的疾病哦。最近美国核准一款新的细胞治疗，只要注一下就有效果。也毋过哦，注一下爱代票1亿。健保署是表示讲会来评估加入健保，未来嘛来经过健保药品的会议来讨论介绍。也正手无法度存伫有血友病的朋友，全身的关节拢可能面临出血问题。最近 A 型、B 型血友病细胞治疗注射剂，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，只需要注一下就应解决患者经血因子无够的问题。未来若伫台湾摕到受术许可证，首相向健保署申请给付，健保署应评估乃至健保的可能，包括这个药品的。是否有确实的疗效？第二个呢是它的成本效益。那第三个的话，就是要去关注对于病人生活品质是否能够真正提升。A 型、B 型注射剂团出爱300万美金到350万美金，合大票差不多1亿。不过，血友病协会理事长周瑞钦表示，这是欧美商业保险公司所会介绍，关请厂商甲健保署讲的介绍，基本上无可能是天价。使用这一个基因治疗的话，那这5年所节省下来的一个药费，就等于他们想要一个跟健保局谈到的一个价格。那预估就是在3000到5000之间。健保署是回应，最后给付介绍依照法规由健保药品共同议定会议讨论了后决定。医师指出，这药剂伫临床上治疗效果真好，不过拄到外伤或者是重大手术，依然有出血风险，首先爱补充凝血因子。在 B 型血友病过去的临床试验显示，它的效果是相当不错哦。当然，它目前能够提升到第9英尺，大概是到35到40%左右哈。那当然正常人是50%以上，那但是严重的病人呢是小于1%。因患者身体状况拢无同，这个药物无法度专门取代其他疗法。不过医生甲病友拢录见无同款的用药选项，减轻病友甲家属沉重的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